啟示錄3章14至22節，你要寫信給老底嘉教會的使者說：那為阿門的，為誠信真實見證的，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的說：我知道你的行為，你也不冷也不熱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，你既如溫水，也不冷也不熱，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說我是富足，已經發了財，一樣都不缺，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憐、貧窮、瞎眼、赤身的。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；又買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；又買眼藥，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見。凡我所疼愛的，我就責備管教他。所以你要發熱心，也要悔改。看啊，我站在門外叩門，若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，我要進到他那裏去，我與他，他與我同坐席。得勝的，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勝，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。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，凡有耳的就應當聽。